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3月11日公视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开先来关心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这预赛结束，咱的台湾选手半暝啊，转来到桃园机场。那运动部长李勇，还有上百位的球迷，拢专工去到机场来甲因接机応援。听台湾，欢迎回家。听台湾。世界棒球经典赛4组预赛结束，咱台湾队球员、教练、冠属会长带机枪11饭店公营会馆。运动部长李勇代表去桃园国际机场接机，迎接 Team 台湾回来。总教练詹和区投手陈冠宇代表球队接受电话。辛苦了，辛苦了。时间已经是半暝啊，桃园机场接机大厅900位热情的球迷，有人摕选手的面巾，有人穿球衫，用行动支持球员。中华队，挺台湾！这届咱台湾甲日本、韩国、澳洲、捷克共一组，以2胜2败结束。虽然无言拼入8强，不过一路奋战到最后的精神，互球迷留下真深的印象。陈杰宪跟陈冠宇。为什么喜欢他们两个？拼劲、干劲、冲劲、超赞，100分。对，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就是能赢韩国也是蛮不容易。比赛有输赢，球迷始终支持，自头到尾都无改变。非常感谢听台湾给我们这几场非常感动的比赛，不管是输是赢，我们都会继续支持他们。对，我们不是只有赢球的时候才喜欢他们。对伫咧后壁出来，台湾队长陈杰宪太太塞一台红婴仔车，囡仔已经困去，现场球迷也随安静落来。这份大声的支持，也为台湾队这座经典赛旅程来温暖收幕。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倒应台初7号安排私人的行程去到日本来看这棒球经典赛，引起中国抗议。而且国民党立委王宏伟也来质疑，讲这倒应台是开百姓的钱包机去看比赛。因那张倒应台是早收机去到立法院来备询，强调全部拢是开伊家己的钱，呼吁中国国民党卖含中国共产党都下来去扑扑。委员昨天说我贪渎100万，我希望你今天有一个澄清的说法。我还没开始问你啊，你在反质询什么啊？你在心虚什么？你拿得出证据吗？立刻拿出证据啊！拿出来你怎么办？早拄上这顺台双方火药味都正重，行政院长倒应台不愿自费包机看球赛，何乃阳指控公器私用，甚至贪渎，要求立委王宏伟讲清楚，连主持议事的韩国瑜都到讲话。韩院长，你可以忍受一个人说你贪渎100万吗？昨天早上跟你报告，我被叫韩国输，我都没生气。好，请你稍微。韩国输大家都很高兴啊。倒应台立议场摕纸袋出来，表示所有收据拢伫内底有证据，不过到底开偌济钱无公布，敢若讲符合一般的行情。我不想让立法院的委员们来对行政院挑这个毛病，所以我完全自费。看到今天事后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请求这个中指部是对的，因为我只要经过松山机场，我只要新闻被泼出来，我可能成型都有问题。你有责任对外界来解释外界的质疑，对不对？对，只有中国共产党跟你们在生气。对倒应台临时去东京，中国表态不满，批评日本伫放目干涉台湾问题。咱外交部回应，台日伫各领域拢维持密切友好关系，未来会加强合作。日本高市首相长期支持台湾，内阁整体也非常的友台，稳健推进台日关系已经是日本政府基本的立场以及社会共识。国民党中央质疑目前台日中三方的开核精神，台湾对日本的处理爱更较细致，避免造成外交困扰。外交部无说明安排细节，敢若声明台日共属自由民主阵营国家，也是维持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良性力量。记者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受到冷气团甲辐射冷却的影响，今仔早起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地区拢真寒。气象署有针对6个县市来发布低温特报，早起本岛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咧苗栗公馆，敢若9度3。今仔日水气减少，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花东、恒春半岛地区有可能拄到会落13、18雨。日时各地高温的回升到20至24度，南部有26至27度。不过明仔载开始，一直到拜六，又搁受到冷气团的影响，就要等到礼拜1这气温才会明显回升。
国内线飞机机票12档来拢无起价，即马受到油价甲人事成本的影响，华信甲立营航空是拢提出要起价要求。民航局也证实这个消息，目前是当咧评估，若是有需要调整的，会由票价审议委员会来讨论。而且因为这影响的层面无是正大，目前是无时间表。来松山机场国内线航空大楼，平常时离峰时段拢是飞离岛的航班。国内线票价已经12年无起，对各项成本一直起。国际航空业者华信甲立营航空已经向民航局表态，希望调整票价。油也涨，然后薪资也涨嘛，这时机就谅解一下吧。那你看，如果我们还没有更多吸引游客的，如果说你一直涨价的话，当然啦、如果是你的话，你是不是也是会考虑？即马国内线票价机制是由民航局照航空公司提报成本项目，计算各航线票价的上悬甲上低，由业者伫即个中间家己定出票价。以两大业者拢飞台北、金门航线做例，官网单程定价拢差不多2450。目前两大航空公司除了离岛航线以外，还佫有台北往花莲、台北往台东、台中到高雄，也有往花莲的本土航线。因为个人乘客占比愈来愈济，业者讲这价率要达到90%以上才袂了。做多少人才打平啊？那国内线啊要9×2，所以我们也期待着票价要适度的调整。根据了解，成本增加上济的两个项目是有了解人数。民航局证实，这2-3年一直受到两大航空提出经营成本提高的问题，目前已经启动相关的机制，当地综合评估的阶段，会先收集航空公司成本项目甲经营状况。一个票价里面其实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哈，所以这整个相关的一些参数等等，我们会进行一个评估。评估之后，如果真的进到所谓的调整票价，那就是局里还要再开一个票价审议委员会。民航局讲，虽然油价成本起价，甲疫情了后机组员人数成本增加，不过国内线爱兼顾离岛居民的需求，考虑层面较宽，当地评估的阶段也无具体时间表。记者采访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内政部公布上新的统计，全台湾人口连续26个月负成长，2月出世的红婴仔，敢若6523个人，这是头一届降到7000人以下。再来看自由时报，南韩去年国民平均所得毛额大约117万台票，比日本甲台湾更较低。专家就表示讲，这是因为台湾有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带动国民平均的所得增加。落尾是中国时报，美国总统川普讲，伊朗的战争可能真紧地结束，互原底冲要到120块美金的油价落到90块以下，连带美股甲亚股嘛隆重回升。继续来关心，要因应着这能源的危机，G7国家的财政部长甲国际能源总署是赶紧来召开会议，随时拢准备要甲战备石油提出来使用。咱的经济部长金平欣嘛表示讲，有甲澳洲、美国来调天然气，目前是暂时袂起价。因为这个规桶的假数，这中油目前是无要起价，不过南部是民间的大数伫咧经营，无法度强制因卖起价，所以经济部因会搁去协调。受中东战争冲击，国际油价车价起到每桶超过100块。七大工业国集团G7财政部长甲国际能源总署紧急开会联合参详表示，已经看到能源起价压力，那面临供应长期随时准备释放库存。Die französische Erklärung gesehen, dass wir uns jetzt auch die Option offen halten, auf die nationalen Ölreserven dann zurückzugreifen. Das ist jetzt noch nicht der richtige Zeitpunkt, aber wir sind da offen, auch als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as in einem koordinierten Verfahren zum richtigen Zeitpunkt dann zu tun. 面对能源起价甲供应问题，各国积极相对策进行。经济部长金平欣表示，天然气被起价目前是稳定不价为主。调度的对象大部分都是，主要是澳洲了。澳洲，那澳洲跟我们关系也很好。那美国，还有美国，额外增加的部分，我们是额外跟他们做调度。他表示，香槟和调度应避开中东战区影响，伫通增加数中油未起。不过中南部部分加数因来自大诉求的民营企业无法度强制卖起价，经济部会尽量协调。个月就起0.6啊，进前就一定起两届去啊，大数迄边起的啊。通增加数一起小吃店，每个月成本增加100块，买物件佫变起价。像你一个月下来这样多支出多少成本？成本的话大概就是
500-600这样子。那个一桶如果跳700多块，那个瓦斯到底要怎么用？而且我们又不能不用，要煮东西，瓦斯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啊。中东战争有影响能源计价，各国股市也动荡。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伊朗战争可能就要结束，车查阿股乌平衡，韩国收盘起超过5%，日股甲台股虽然起受较少，暗过一万起超过2%，台股收跌32771点，起661点。最近的行情这种波动，原则上还是属于一个事件型的一个驱动的一个行情啊。这个事件当然就是大家都是知道，就是这个中东战事的一个变化，大涨大跌来讲的话，我想会是最近的一个常态了。专家分析选期爱国观察，伊朗是不是亲像美国所讲的战争会赶紧结束？短期来，美伊战争冲突有限撼动最近的台股走势。记者综合报道。在中东的局势伫咧紧张，台湾驻中东国代表处是继续咧协助咱的国民侨胞撤离，昨有100个人对杜拜返来到台湾。不过伫咧中国央视虽然咧放送讲中国大使馆帮助74个台湾人撤离，原来这是当地导游将规团带去中国的大使馆，安排因经过上海返来到台湾。记录卡塔加罗病情一切正常。美国、伊朗、以色列爆发战争以来，中东真侪国家受影响。不过，住伫卡塔的台湾人王哲讲，最近空袭警报的频率开始下降，民众也恢复正常生活。伊计划过2天就要离开，也烦恼是不是能顺利坐到航班。目前的民航是不会飞，他们目前飞都是 relief flights， 就是那些滞留的旅客，然后他们要先把他们疏散走，这样子。中东情势依然真紧张，咱国驻处也继续支援国人返来。70要差不多100个台湾旅客为杜拜返来，行政院秘书长郑顺涵特别去关心。到昨天已经有累积了1592名国人返抵国门，那预计今天会超过1600名。以色列还有卡达也开始呢。有限度的开放空域，那考量中东情势瞬息万变，外交部呢持续研议所有可以维护我国旅外国人安全的做法。外交部统计到70为止，中东地区也有79位台湾人请自处协助回国，会采取适当方式安排就地制上下航班，或者是经由陆路到空袭开放的邻国际飞行机。不过，中国官方媒体用时这时阵所报道，中国大使馆帮助74个滞留中东台胞引起议论。很感谢我们的祖国。只是我们回来在上海出关的时候，一下飞机。走到一出来就一堆记者、一堆摄影机啊什么的，全部都来了，围在那边啊，一直在问。根据了解，因是有台旅游托尼集团的旅客，飞艇原本要为阿布达比转机，因为班机被取消，第伊斯坦堡滞留5天，导游率技术向中国驻托尼基大使馆求助，中国安排有带保证的人到上海转机返来，不过陆委会提醒，大家唔通纳入中国人体间的陷阱。中共都会利用这种天灾人祸的事情去散播一些我政府救灾不力啦，没有能力撤侨啦，协助我们的游客在撤离战火区的这个部分来讲，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目前成效也都还不错。外交部澄清，这旅行团不是滞留中东政区，而且伊斯坦堡空袭也无关，有真侪替代方案，建议旅行社甲个人有需要协助，应该甲咱驻外馆处来联络，驻外人员会第一时间全力来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参以色列联军攻击伊朗，美国表示讲，到打大约造成140个美军受伤。今仔日应该要对伊朗来发动上强力的空袭，因为伊朗嘛要对以色列也有周边的国家来发动攻击。伊朗的驻联合国大使也指控美伊联军是挑工去攻击百姓，完全无咧尊重国际法。美国准备对伊朗一概出动真侪架战斗机、轰炸机。国防部长霍格塞斯表示，伊朗上大错误就是去炸伊附近的国家。Today will be yet again our most intense day of strikes inside Iran.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st 24 hours have seen Iran fire the lowest number of missiles they've been capable of firing yet. 伊朗车查对以色列部分国家发动新一轮攻击，以色列特拉维夫空袭警报大响。
阿联遭受到9架无人机攻击，有人牺牲，巴林也有死伤通报。沙特阿拉伯表示，伫咧石油大山区东部，甲2架无人机拍落来，科威特也拍了6架无人机。美国能源部长莱特刊文，美国海军成功护送1只油船渡过荷姆兹海峡，不过事后佫退掉，毕竟是飞回伊朗也否认。 And I can confirm that the U.S. Navy has not escorted a tanker or a vessel at this time, though of course that's an option. 黎巴嫩讲有看到以色列战车调动往南部，伊朗指控美国联手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到今已经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超过1万个民生、客家、商业、医疗、教育、能源等单位互人毁掉。 They are deliberately and discriminately targeting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They show no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no restraint. 美国总统川普暗示讲，战事可能比料算更较早结束。美军护送油船的消息，也予国际油价一声落落超过15%，收盘落11%。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欧盟的成员国塞浦路斯是去受到黎巴嫩真主党，也佮有伊朗的革命卫队攻击。法国总统马克宏佮有希腊的总理，佮塞浦路斯的总统是召开紧急会议，联合声明攻击这个塞浦路斯等于是攻击欧洲的立场。欧盟各国嘛拢有派军前往当地，因为法国是佮派出航空母舰去到荷姆兹海峡，要来保护油船佮货船通过。 法国总统马克宏7号在直升机降落停伫地中海克里特岛海峡的蒂戈洛号航空母舰，宣布为了确保法国人甲基地，也甲规个地区民友的安全，包括蒂戈洛号在内，调派8架护卫舰、2架两栖直升机航母进驻东地中海甲红海。伊特别强调，这是一项为了航海自由的防御性支援任务，目的是若冲突结束，为着这个卡伫波湾外海3000多只货轮、油轮提供保护，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 We are not a part of this offensive. Our objective is to protect our nationals, and we're putting ourselves in a position to defend them for the next few weeks and months if necessary. 美国、伊朗开始烧战，欧盟伫东地中海成员国塞浦路斯已经3解去黎巴嫩真主党，也有伊朗革命卫队的无人机攻击。欧盟国家对无顾气候变化影响，拢紧张对台。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希腊、法国，也有伫岛上有些军事基地的英国，拢动员海军军舰去当地。马克宏、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迄天做伙去帕霍斯，甲塞国总统克里斯托多里迪斯召开紧急会议，会后表明攻击塞浦路斯就等于攻击欧洲的立场。Η Ελλάδα, η Γαλλία, η Ισπανία και η Ιταλία αποδεικνύουν με αποφασιστικότητα τι σημαίνει στην πράξη ευρωπαϊκή αλληλεγγύη. 另外一方面，伫中东地区有115000多个侨民的澳洲总理艾班尼斯7日宣布，要伫波斯湾部署一台远程军事侦察机，佮应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要求，提供先进的中程空对空飞弹予阿联。艾班尼斯佮讲，澳洲毋是主角，所做一切拢是为了保护公民，协助阿联。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国际阁有啥物要紧台？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 在去参议院挂出西藏的旗仔，副议长等人是提出决议，反对中国长期来对西藏施压，也有干涉来决定后一任的达赖喇嘛。美伊联军提示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了后，内部开始分裂，传出伊朗的南部阿拉伯部落联盟是宣布讲，要来效忠流亡海外巴力维王室，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政府。 再来看女子卡球亚洲杯伫咧澳洲举办，咱台湾对战印度是以3分比1分胜利。所传出讲有球迷伫咧场边喊台湾加油，去互主办方来阻挡，甚至带头乌烟的人是去互保全带离开现场。咱继续来关心，国造畅水南海鲲号昨来进行第5天的潜航测试。外界观察讲，是有进入到深水测试的阶段，目标是要创到100公尺深。另外讲到这中东的战火，美军的畅水南是有使用 MK48的鱼雷来甲伊朗的军舰拍沉去。其实咱台湾嘛有买到同款的鱼雷，专家就分析讲，这对咱对抗中国的军舰是真有帮助。
在大家仰望之下，各座占南海群号近1个月，在国历春节过后第一摆出来。在大船的混进乌龟鱼无人船规划之下，透早为高雄港出发，展开第5摆的占航测试。海群号目前进度已经超过10公尺深的占望镜深度，外界观察有希望达到达到最深100公尺。像高雄这边大概100多公尺的深度的话，那海水的温度会降低到10度左右。那这时候潜舰内部它的整个维生系统、空调系统能不能正常运作，甚至它电池耗能的状况。海群号还去做内航测试，确认无共款深度速度对电板消耗影响，启动运行会未来可能会过暝测试，因为海群号会通过超雷验证武器系统。亲像美国占南伫中东战争发射两具杀手 MK-48重型鱼雷，摧毁伊朗军舰，向国际展示重型鱼雷的杀伤力。其实国军早伫向美国买同款的 MK-48重型鱼雷做现役，海龙号、海虎号甲海群号标配武器，不过还未交还给台湾。我们锁定一些高价值目标，那高价值目标大概是比如075、076哈这种所谓的2栖突击舰哦，因为登陆船团哦其实一个很大的目标，反而是水面作战舰哈，比如像055或什么054哈这些水面舰的话，很可能是交由我们其他的一些岸基飞弹或雄风飞弹来打击哦。海群号是国军无对前作战的来源，未来爱安怎强化作战效益？专家建议军方应该双轨并进，设占南垃圾区，各加强限制通信，传达清楚，和海群号充足准备，展示该单舰附近共军2栖登陆舰航舰等高计载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讲到，民众党来自中国的李金秀，到底敢有资格做咱台湾的立委？今仔下晡立法院特别进行调查的协商。内政部长刘世芳一再强调，按照国籍法，这李金秀本地就无适合做咱的立委。因那陆委会主委邱水正也表示讲，就两化条例的这个角度，李金秀也是明显违法，无参选的资格。民众党中培立委李金秀的资格争议还未解决，海基会董事长苏家全70时拜会民众党伫行动团强调交流正直，不过无讲到日后是不是配合行政院决议的所主。这个问题我们尊重我们主管机关的意见哈。今天因为只是礼貌性的拜会，所以并没有讲到所知的部分。谢谢，就是来者是客嘛哈。立法院10月下晡，院长韩国瑜召集党团协商，除了讨论中选会委员人数同意款项，也有李金秀的身份认定。若让民众党创党主席关体进行透露，应该的作为民调超过50%民众认为，中会都算摕到身份证，也不应该做咱的立委。民进党70夜公布民调，有61.8%民众认为李金秀不适合做立委，而韩国瑜担起责任，依法将李金秀解职。很遗憾看到李珍秀女士本人并没有去充分展现诚意来去正面回应国人们的质疑哦。韩国瑜院长作为立法院的大家长，应该要勇于认识。明天的协商你自己觉得期待吗？谢谢大家哈。绿营是喊话要你负责啦。好，谢谢大家。李金秀透过声明批评国会年度所拢不尊重政府，向向开始尊重民调加考试，好用力赢好好关注民生。内政部甲陆委会是表示，立场都是依法行政，认定李金秀无立委资格。李珍秀女士，在面对国籍法质疑的时候呢，其实她应该提出她的证明，否则她就有双重国籍之嫌。按照中华民国的国籍法，她本来就不适合当立法委员。从两岸条例的角度呢，因为是明显有违法，他不具备有参选的资格，所以我们会把这些事实证据提供给相关单位来参考。行政长杜荣泰表示，欢迎所有人，不管是中配或者是外籍会伍，都爱依法提出必要条件甲资格，斗阵者爱这国家甲所有国人做上好朋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屏东有一个查甫人爱食酒，佮爱跋筊，而且佮甲伊90岁阿嬷讨钱讨袂到，就来起骹动手，甲这阿嬷拍甲带伫咧家护病房。即马警方是已经协助这个阿嬷来申请保护令。所以阿嬷都不敢跟我们讲，一直去隐瞒。
然后一直到这次打得那么严重，才所有事情就是一次都爆发。几啊张相片看到带病院的时代伤势严重，唔但面骨拢是乌青，连脚嘛骨流位的伤痕。代志发生伫屏东中地，张小姐讲，车是半暝啊，伊的义兄搁要向90岁阿嬷讨钱，阿嬷唔互伊，结果发生争执，无想到孙仔失去控制，就对阿嬷起骹动手，甲阿嬷拍到脑出血，落尾带去加护病房。张小姐讲，这唔是头摆啊。阿嬷就是个身体很好的人，然后早睡早起，每天都骑脚踏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子，因为毕竟他没有真的对阿嬷动手，一直到去年呢，他才有对阿嬷有用毛巾勒脖子啊，赏阿嬷巴掌啊。张小姐表示，义兄住伫阿嬷遐7、8冬啊，伊爱食酒跋筊，佮有食毒的状况，要食唔讨趁，只想要向阿嬷提钱开，若讨无就大细声，佮会摔物件。阿嬷唔甘孙仔互掠去，就拢无报警。即摆拍甲伤严重，事实决定通报警方，病院志工嘛协助因申请保护令。警察有时候都会来，因为我也不敢报案，因为有一次刚要打电话，都是你，都是你，会恐吓你们，有一点，所以你们都不敢那个。我也不敢讲啊，几乎都是后面的报警的，不是我报的。遭其37岁孙子张男徒手施暴，造成脑出血及脸部、四肢淤青挫伤。民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并依规定侦办，通报相关单位及协助申请紧急保护令。民众若遇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接到通报，已经将姓张的查甫人依照伤害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嘛向法院申请紧急保护令。虽然阿嬷已经出院，屏东县府社会处也会派社工介入协助，持续关心阿嬷的安全状况。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嘉义环路乡有人食酒赛车出意外，2台车相撞，有7个人受伤，其中一个32岁查某人因为重伤是不治死亡。救护车接到车祸通报了后，连面赶来现场。伫大油北美跨的乡道，2台车发生车祸，唔但车头弄甲变形，2台车计共有7个人受伤，包括有2个囡仔，其中就有一位坐伫后座的查某人，从救出来的时阵，都已经无喘气甲心跳。现场为2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有7名人员受伤，其中有5位大人、2位小孩，其中1名女性约31岁，来欧卡。车祸伫车北接近中道的时阵，伫嘉义县环路乡的126支二线内发生。根据警方的调查，32岁姓李的驾驶赛车要去直行，经过这的时阵，弄到对向的车辆，唔但造成公车的女性过身，肇事的姓李的驾驶嘛伫病院的抽血检测当中，发现酒测的数字超过标准。肇事理性驾驶经医院以抽血检测，酒测值超出法定标准值，全案将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嫌，函请嘉义地检署侦办。姓李的驾驶食酒赛车，不过人嘛昏迷不醒，重伤开刀了后，目前搁伫加护病房来治疗。警方表示，食酒赛车肇事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呼吁赛车的人千万唔通饮酒。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南投的三林溪度假园区是传出游园车冲落去山坎的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目前这游园车是全部拢停驶，等待调查。发生事故的游园车风调起来，车体严重变形，会当看出迄阵浪的气力有偌大。受伤的乘客讲起迄阵的情形，心脏也是皮包菜。闪车了，爱拍伊闪车，因是要起来，因迄要转来，迄是要上坡，啊，不是要下坡，啊，你要下坡呢，那会足紧的啊，他就刹不住的，先去弄壁。南投竹山三林溪金林生态度假园区车口发生游园车坠落山谷的意外，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来自中华姓陈的查甫因为头部重伤送医抢救，医院救无回来。另外6人分别送去中基体系的3间病院，其中来自中华保新的5人，其中1人受伤较严重。右侧第3到第11根的肋骨骨折，合并有这个胸廓变形，那血胸还有连夹胸。那另外，它有这个右侧的这个肝脏的撕裂伤。三林溪森林园区车10透早也是照常开园，游园有不少民众出来行村。该玩还是玩啦，就是提高警觉就对了，自己出门小心这样。这是一个新闻事件，让我们提高一点警惕，让司机都提高一点警觉性，这样而已。园方表示，事故的电动游园车是2020出厂的，8档会保养一届。若细王的运将已经有20档的经验，到三林溪服务已经有当外，对园区的路况是不加熟。
游园车一逝来回需要20分钟，司机一天爱走7-8逝，拢符合相关规定。园区透过司机的讲述那以及警方所有对于司机进行酒测，那也调了他的这个上班的记录，那目前都没有工作超时以及酒驾的状况。园方表示，除了事故车辆，另外各6架游园车即马全面停驶，除了配合警方甲主管机关的调查，游园车拢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上悬会当赔500万。记者综合报道。淡江大桥最近是传出噪音的问题，当地居民讲，这半冬来，透东北季风大桥就会吼吼叫，一寡困眠歹的人拢受到影响。目前相关单位也想办法要来解决。正大声的这呜呜叫的声，是无分日时也是暗时一直出现，而且已经持续要半年啊。淡江大桥暗算5月通车，最近有4窟里的居民反映讲，只要东北季风一口，桥就一直呜呜叫，严重影响生活品质。白天晚上都一样嗡嗡叫。我听讲是讲伊困袂去，暗时拢爱食安眠药啊。一暗拢食2-3粒的，真正是拢有听足大声的，足吵就丢啦。那个好像在鬼哭神嚎这样子，让他们晚上都没有办法入睡。半年期间就已经有听到声音了，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那因为它断断续续的，它可能风的角度是在东北风的时候，它才会听得到那个声音。民众是真无奈，讲这种声已经严重影响到因的生活，不管是日时还是暗时，只要风一口就会出现这种噪音，甚至有人都爱食爱困药才有法度困。对这公路局北区公路新建工程分局表示讲，经过初步勘查，这噪音可能和人行道的手环在东北季风之下产生透风声有关系。那我们这边初步要求是说，设计单位在3月底之前，要找出原因是什么，然后要给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解决的一个对策，在这个时间内来完成相关的一个评估。东北季风来的时候会有造成这些声音，我们已经在重新检讨，做好整个调整。希望能够在5月份通车的过程当中，这个问题都能够让这些声音降到最低。新港北分局第2月25日是邀请设计和施工团队来做检讨，要求设计公司要参考国外的案例和淡江大桥所处的风向风速来做评估，暗算会在3月底确认这透风声产生的原因，而且提出改善的对策，会尽量较紧在通车进程完成改善，避免对民众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花莲马丹溪去年9月做大水，造成真严重的灾情，当地到今也搁咧重建当中。经济部有甲这补助的申请期限是延长到3月底。也针对着产地要复耕，这农粮署嘛有提出8大措施，希望会当帮助当地农业赶紧恢复。马太安溪帮山湖在后到今已经要8冬，相关的工作正在进行。水利署拍算，赶伫咧雨水期进前，第4月完成光复区大破坏后园，明年做好塔管的工程，甲第2道破坏，明年大拍算5月完成保护工程。阿多摩的区大，卖伫咧4月进前做好更办起来，互破坏较用。我们也持续在办理4段的堤防加高培厚。那整个堤防培厚加高的部分呢，我们会在今年的汛期前来完成。针对疏通土砂的工程，水利署表示，到3月初9，马太安溪的土砂已经处理1476万方，花莲溪的土砂嘛已经疏通372万方。水利署希望确保水路通顺来防灾。在还没完成之前呢，我们因应汛期呢，请县府呢先以钢板桩来就整个低洼的部分呢先把它补起来，那以防整个将来汛期来了以后河水的倒灌。若受灾店家，经济部嘛提供1万块的援助金，甲设备汰换的补助，像冷气、冰箱、甲树路等，通补助5成，顶限5万块。经济部嘛甲申请的期限延长到3月底。阮灾区内底7个村有税籍登记的有476间，476间，咱到3月9号一天已经有298间来申请。针对农地拍算今年第1季度通复耕68公顷。农粮署嘛有8大重点措施，包含农机专案补助、后经济辅助业等，希望帮助农业恢复产能。记者吴正阳、张俊佑台北报道。云林有建设公司为着要省上千万的建案废土处理费，是甲土资场佮有非法掩埋场的业者来交结，为着废弃要处理的这个证明，说是甲无处理过这个土丘车起掩埋场，甚至是市区来乌白台，非法所得是赚超过2亿。
目前检方已经起诉44个人。警察人员会同检警来到这个伫云林斗六的投资场，世界拢会当看到蓝用件废弃物的废土。另外嘛，发现讲伫云林高坑的投资场，嘛做伙在进行非法的废土的处理。最好的，这个你都还没分。检警阁用空翕机来搜证，这个场的范围是真宽，嘛严重影响到环境。云林的检方伫侦办用件废土非法处理案，查到伫云林的斗六一个经营建设公司社长的查某人，为着省上千万的废土的处理费，对去年3月含土资场含违法掩埋场的业者来斗空，以为做用件村的土墙园流向证明文件的方式，暗砍非法处理用件废弃物。检方查查侦查终结起诉44个人。本案是由这个土资产贩售剩余土石方的证明，然后这个土资产再与这个掩埋场签售再利用废土的这个证明书，但是这个土资产实际上并未出土给掩埋场，而是由建设公司直接将案产的8000余立方米的废土直接运往掩埋场。检方表示讲，这估计废土园的数量有8329立方公尺，数量是真大。社长的查甫人估计讲，这土园会当利用和不法的业者合作，以设地力来做理由来违法囤土。检方以用件混合物的处理行情来估算，不法的利益是超过2亿。废土处理的弊端一大堆，款团认为讲，虽然在今年用件村土墙园全流向管理新制上路，但是配套嘛是无够。我觉得还是会一直延续啦。假设他没有真正把事情做好，只是宣示性的性质，然后当业者联动建商集团联合抵制的时候，政府又马上软下来，那这样的做法只会让废土的问题一再的延续而已。款团认为讲，今年开始强制要求刷着车加装 GPS， 而且以电子连单来追踪，但是合格处理量仍无够，造成这废土嘛是四个数。除了新制实施的进度要较紧的，嘛要对源头来管理，才会当有效来管控废土的流向。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丰原客运90沿路线的公车，最近是互民众咧怨叹讲，早起6点半迄班车是真济，敢会拢无来，影响到因坐车的权益。因那市府表示讲，会甲业者来开会，因那业者也讲，因确实是真无奈，因为过年了后是搁较欠工。公车到站，民众准备上车。台中市山城地区有真侪人也是外靠公共运输通勤。有网友伫面册社团不满丰原客运90元公车，为2月底开学到今，已经真侪届早起6点半班次停开，引起议论。有这么说，要等很久，会影响学生上课的时间。我今天来坐公车，我也有我的事情啊，你不这样我的事情耽误到了，比如我要上班怎么办？我要上学或者干嘛？我的活动啊。90元路线经过丰原石岗当时和平这行政区，包括丰川国小、丰阳国中、东兴国中、丰原高中这学校，真侪学生囡仔爱坐来上课。民众积极业者提市府补助，煞随便停开托班，互山城偏乡交通通勤真不方便。客运业者表示，公司60多条路线，逐工爱排143班人力，按过目前干那149个司机，扣除休假人员，人力也欠16人。面对欠工的问题，嘛感觉无奈，强调会调度驾驶来支援。没有司机啊，年节过后那个什么过年后那个一些退休的啦、离职的司机就有离职潮啊，就尽量调度就是影响最小的范围之内去处理这样子。丰原客运90元6点半落班属实，交通局依规定处分客运业者，除应依核定班表发车外，并要求客运业者应妥善安排驾驶人力。台中市高雄局表示，会照规定处分客运业者，佮要求好好安排驾驶人力，按照特定的班表发车，确保尖峰时间稳定疏运。记者采访报道。疾管署公布国内性传染病上新的统计，其中艾滋病甲淋病拢有减少，不过梅毒的病例是继续咧增加。去年15岁至24岁少年族群就增加要到2000例，是占上济。疾管署就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性行为。
3月14这个拜六是白色情人节，是一个浪漫的日子。少年族群约会也要注意。疾管署公布国内性传染病新趋势，得到梅毒的人数是持续的增加。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在2025年艾滋病例增加879例，淋病有6000几例，病例数是比前一年降12%和16%。但是为着梅毒的病例增加9000几例，增加2%，而且佫以15岁至24岁少年族群增加上多，增加1800。梅毒这个治疗上面的困难在于说，一开始的症状虽然是在这个生殖器的部分，算是没有治疗，它可能还是症状会缓解。那缓解之后，它其实这个病原体还是会再继续全身侵犯重要的器官，像是在这个心脏啊、血管以及这个脑部。疾管署分析少年族群梅毒感染人数增悬的原因，和交友软体、社群平台、亲密关系建立模式改变、无安全性行为拢有关系。另外，最近这几日天气大降温，流感病毒也是真多。伫咧顶礼拜门诊急诊人数拢总有8万多人次，增加13例流感并发重症和2例死亡。到春天的话，流感本来就会变少，但是还是会陆陆续续有重症。那到时候也没有疫苗了，那怎么办呢？如果说是有流感的症状的话，赶快就医。疾管署指出，国内 B 型流感伫顶礼拜已经超过 A 型流感，而且国内流感疫苗剩6.7万剂，资源就无啊。疾管署提醒高风险族群会当把握时间去做。记者第一线林旭凯台北报道。有一款动物咧用的药啊，叫做塞拉嗪，有止痛镇静效果。不过，这几档伫咧欧美煞是有人摕来做毒品加皮包等等。去年初咱国内是已经把塞拉嗪列做3级的毒品，但也开始甲伊提升到2级毒品来管制。警方的緝毒行动，毒加皮包不时会查到，定定看到的成分有喵喵、K 他命、安非他命、蓝真这种毒品，互新型毒品愈变愈复杂。国内佫出现头一个有去染到塞拉嗪的。111年有发现有查获之后，随即在112年就提列这个兽医界等等有提出该类物质对于动物用药的重要性。所以当时没有通过，试用后在马路上，比如打滚，或是四肢僵硬倒卧于地上有点像僵尸一样。互人叫强势毒品的塞拉嗪，其实是动物用的镇静剂，会用伫牛甲马。啊，不过欧美的毒品市场乌白用佫真流行，若是长期注射，皮肤恐惊会溃疡甲烂去。医师提醒，若是严重会无性命。塞拉嗪放在毒品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增加这个毒品的一些害的作用的效果，会让意识不清楚，也可能会抑制我们民众的呼吸，然后最严重，它可能会让低血压休克。伫民国112年，警方捌提报列做毒品管制，当时无得到同意。不过，这种毒品伫国际愈来愈侪人用，尤其国内去年嘛卫生者的检体有验出塞拉嗪，总算伫去年初决议列做3级的毒品。即马过一年，管制搁再加强，行政院进行正式公告，提升到2级的毒品管制。警方他们就是也有查获到这个相关的案件，虽然不多，那也参考国外的案例，才把这个塞拉嗪从3级提升到2级。虽然国内各大乱用塞拉嗪的个案较少，不过伊的毒性甲台湾真济的依托米字正共，伊的介绍有够较俗，都惊互人当作替用的毒品。官方加强立管，防止塞拉嗪入侵变质，毒害台湾。记者采访报道。为着要栽培少年人才，在歌青世代今年是已经举办第2届。团结中心表示讲，这届活动特别加入测点人的制度，邀请市阿雄教授来统合，和这届入选的5出歌戏，那剧本的品质是愈来愈好，整体运作嘛变更较顺。马委会，当是我父亲的会，为什么我是女人，就袂当代表着教？甲传统老戏调戏孤儿改做调戏孤女，用女性的观点融入现代议题，带大家来探讨性别甲权力的关系。国立团结中心表示，第2届歌青世代拢总有5出戏入选，因为第1届拍好的基础，这届无论是演员、编剧、导演，拢有更较侪青世代艺术家来投入创作，和传统的戏剧文化融入少年辈创意甲活力，也请侪少年人做过来看歌戏。很喜欢这种新世代的感觉，因为我们跟演员反而年龄接近，更有话题可以聊。
国立团艺中心表示，传统的歌戏面临世代交接，新世代是发展的主力。歌新世代的计划，就是希望透过系统化做法，提供资源给平台来为歌戏培育各种的人才。团艺中心主任陈月琪强调，有第一届经验了后，第二届因就加入测点人的制度，邀请真有戏剧文化底底的齐阿雄教授来担任统合的任务。艺术顾问可以依据他的经验跟他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内涵，去让呢这些戏的进行更顺利。剧本成型的过程当中，就因为有戏剧顾问的协助，还有读剧会的一个发表，所以呢这个剧本是不断的一个精进。计划推展，若是要培育人才，嘛是希望融入现代观点的歌戏，会当让更较侪少年人来剧场看戏。第二届歌青世代拢总有5出作品入选，对5月23起会刷刷伫高雄中山等演出。团艺中心也邀请大家到时小招做过来看戏。记者郭家祖、邱兆阳、高雄场报道。即马要创业是无简单，要找人投资是更加困难。伫芬兰就有举办一场真特别的比赛，是互一寡新创业者浸入咧0度的冰水内底，向投资人来做简报，展现因创业的决心。头壳底碰细帽啊，穿受水的衫，女性创业家豆豆行入去，拢是冰的游泳池内底，喘大气喘几啊摆开始演讲。这是芬兰进前为新创业者举行的2026年北极熊演讲比赛。参赛创业家爱行入去冷叽叽的海水内底，徛伫冰水中向投资家发表无资简报演讲，展现家己对投入新创事业的决心。We do realize that satellites are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这场演讲比赛是伫芬兰北部港口城市奥鲁举行，参赛新创业者来自各个国家，每一个人想要开创行业拢无同款。像是来自日本的石川俊之，伊所做的是广告加市场调查这自由业；也来捌伫美国协助监听做过指挥官的杰夫西马，是开发一款运动训练的 App。This is once in my lifetime experience. This is so real. I've been training for it. We do a training app, and we really believe how important the training is. So I've been going in the ice for the past 4 weeks near my house. 主持人讲，迄天的天气真完美，无亲像前几天气温来到零下21度，真适合参赛人伫冰水内底演讲。也迄天拄好0度的水温，互袂少参赛人讲一定会记的。You definitely forget. You definitely forget a few words, a few sentences here and there, and once in a while you feel like a adrenaline rush. You know, from your legs, you don't have the sensation. So exactly, you have to have. Firstly, you have to impress investors, and secondly, you not have to die. 最后，伫精彩冰上喜宴表演了后，主办单位宣布，这场演讲由瑞士的新创公司 Ionic Wind 的参赛者卢比内蒂朴素得到胜利。这间新创企业是一间研究工业机械加电子散热技术，会使利用电场加离子产生无声无震动的离子风，为机器降温散烧器适用航空、医疗加机器人这领域。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伫新闻的最后，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13度至20度，中部地区12度至24度，南部地区12度至27度，东部地区13度至23度。一个外岛地区8度至18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